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这是古人所说的话，古时候的这些读书人，他们知道前因后果，知道天地之间永远不能改变的法则就是因果，所以他们写出他们的心声，告诉我们末法年代的所有众生。他说：人之寿夭贫富，虽曰命中有定啊。我们人是不是能长寿，或者是早夭啦？为什么出生会贫穷？为什么你会富有？各位，虽然说这个是命中有定，为什么？因为因果，你前世修了多少善事，造了多少罪业，都是你要自作自受的，这个都是因果。如果你做善做了很多，当然寿命很长啦，大富大贵啦，这是必然的。因为你做善感召好的果报，虽曰命中有定，虽然说我们命中有个定数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个是你自己做来的。然而为善祸福啊，如果你这一辈子当中你尽量去行善，就可以得到很大的福报啊，广增福田，你的福报一直增长，一直增长。作恶就遭灾，你如果伤天害理啦，有欺骗啦，无缘无故伤害别人啦，自私自利啦，逆天而行啊，自利又损人的这种事情，你经常去做，那么会招来很大的灾难。这种情况，依人心之善恶，尽可随时改变。他就告诉你，依照我们人的心，一切唯心造嘛，三界唯心现。你是善或者你是恶，往后你的印图会转变。他说，尽可随时改变，完全可以随时可以改变的。你希望能够天福天寿，吉祥如意，希望印图开通，财源广进，这个都随着你的心的善跟恶随时可以改变的。天地鬼神见察分明，丝毫不爽。天地之间所有的护法善神，这些鬼神在记录我们的一点一滴啊。你做善，他一定有记录；你做恶，还是一样有记录的。见察分明，清清楚楚来观察你，一丝一毫都不会有差错的，丝毫不爽，一点都不会有出入，或者是冤枉你，不会，他清清楚楚。明明白白，点滴都要有所交代。所以各位，人为什么会长寿？为什么会早夭？为什么贫穷？为什么富贵？虽然有个定数，但是你只要这一辈子心存善良，我们时时想到别人，用慈悲的态度、善良的心来对待别人，能力所及，尽量救苦救难，帮助别人渡过难关。那么天地之间一定会给你增加岁数，增加你的福报。你要财源广进，要求儿女，天地之间会看你的行为表现，你的命运就改变了。从今之后，从黑暗当中逐渐的走向光明，以前不如意的、不吉祥的也慢慢消除掉，让你随心满愿。古人一再的告诫我们众生，跟释迦佛陀讲的道理完全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心存善良、慈悲，要厚道，要恭敬、包容，要懂得尊重所有的人。那么往后你的日子就充满无限的光明、无限的希望。现今的时代啊，是一个乱世时代，我们更应该要遵守这个道理，要懂这个道理。好，把这一章提供给大家参考。阿弥陀佛。